上好台湾囡仔的豆腐。大家好，我是妮妮，我是英安，同齐来听上好台湾。今天不是你们啊，今天不是你们，走错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晴晴，我是悠悠，同齐来听上好台湾囡仔的故事。巴克嘞，咱今仔日要讲啥物人的故事啊？咱要来讲巴克嘞牧师的故事。伊出世伫一个做好野的家庭，但是伫25岁时离开家庭，离开故乡，坐船来到 far away 的台湾。伊的故乡伫倒位啊？伊甘为林牧师同乡，就是同一个故乡啊。你阁会记起伫倒位吗？苏格兰。对，所以伊放弃真好的生活，来到咱的土地。1874年。巴克嘞牧师先伫厦门学习台湾话，看白话字。厦门的台湾话，看台湾的台湾话有共款无？无共款哦，所以来到台湾以后，真主动接触真近，学习台湾本土的台湾腔，嘛积极和遮的人互动，为着了解因的文化。你敢知影传福音的故事大部分是为倒一本册来的？圣经啊！所以伊想要互搁较侪人会当看圣经。毋过伊发现台湾人普遍毋捌字，因为读册的人真少，而且迄个时阵是清朝统治的时期，册拢写汉字，真侪人会晓讲台湾话，但是无会当读的字。所以，伊有一个想法，啥物想法？你想看觅，若是要互老百姓会当读圣经，爱用啥物语言上方便？台语啊！搁来，故事除了用讲的以外，搁会当用啥物方法，互故事流传落去？甲故事写出来。安尼，你敢知影巴克嘞牧师的想法是啥物？我知影，伊将圣经翻译做台语，搁将台语圣经用白话字写出来，互人会当顺利读圣经。虽然巴克嘞牧师将圣经翻译做白话字，毋过效果也是无好。为啥物？因为迄个时阵白话字伫台湾无流行。安尼要怎？伊着最认真推广白话字，不管啥物人，只要愿意，拢会当来到教会学习白话字。跟传福音是共款的，只要愿意，拢会当来听。安尼有足侪人去学无？对啊，而且有足侪毋是基督徒的人，嘛会去教会学白话字。因为巴克嘞牧师真重视教育，伊毋若是甲福音传出去。搁甲知识传出去，互当时袂当读册的老百姓，大部分是妇女和囡仔，拢有机会学习怎读、含写家己的母语。有一天，巴克嘞牧师真忧愁的行伫街仔头，忧愁到面拢结规完啊！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你想看觅，伊咧教白话字的时，是毋是需要有白话字的册？对啊，若是学生愈来愈侪，安尼课本就爱愈来愈侪。正确，毋过课本爱为倒位来啊？影印啊，影印机遮尔方便。你吼，迄个啥物时代，哪有影印机啊？无影印机的话，是爱安怎啊？伊想到进前宣教师马雅各有奉献一台外字版印刷机，是台湾头一台哦。用迄台印刷机来印册，速度就会较紧，嘛会当做出版的事工。伊会晓用吗？这就是伊受人尊敬的所在。巴克嘞牧师为了了解这台印刷机的使用方法，特别转去英国学习了后，才把技术带来台湾，传予台湾人。安尼就当开始印刷的工作啦。有印刷机了后，巴克嘞牧师就开始创办台湾头一份白话字报纸《台湾府城教会报》。
报道真侪世界的新闻，这嘛是目前伫东南亚地区上长会收的报纸。这份报纸几岁啊？头一份报纸是伫1885年发行的，你算看卖，安尼是几岁？应该是足老的。好啦，来一题较简单的，斟酌听哦。当时台湾社会捌字的人是多还是少？真少。伫900克的牧师来教台湾人啥物字？白话字。印刷机出现了，印啥物物件互大家看？得到新的财目报纸。当捌字的人愈来愈多，看报纸的人愈来愈多。得到新财目的人愈来愈多，然后社会的教育水准就会哪提升。结论就是，这份报纸带来的影响，毋但是伫社会传播顶面，伫人民的基础教育嘛有真大的影响哦。你敢知影台湾头一间大学叫啥物名？我毋知。台湾头一间大学叫做府城大学，就是巴克勒牧师设立的。你敢知影府城伫倒位？敢是台南？对，所以府城大学就是今仔日的台南新学院。因为巴克勒牧师深深感受到教育普及的重要，所以才创设这间学校。巴克勒是牧师，所以这间学校拢是咧教神学嘛。毋但是培养传道人才，嘛有教天文地理。因为伊家己嘛是科学家，所以伊家己嘛有伫这间学校教册。讲到巴克勒牧师，一定爱同大家讲一段故事。日本的军队阁计划要来拍台南城，当时政府官员拢足惊吓，逃走找袂着人。在地的生意人就走去找巴克勒牧师，拜托伊出面堪日本人对话参详。因为伊的帮赞，日本人用和平的方式接管台南。咱的府城才无互因严重破坏，嘛无伤济死伤。所以这是一位英国人为着帮助台湾人甲日本人对话的故事，足感心。你讲了真好，所以巴克勒牧师对台湾的贡献实在真济。有啥物伊愿意为台湾人安尼做？因为耶稣的疼啊，伊少年的时就堪上帝立约。爱奉献家己的才能，因为伊家己所有的拢是上帝的祝福。安尼就牵了用生死共法，就是互人的比甲别人体更较有福气。大家会知影这件代志，是因为伫伊过身了后，大家发现伊对上帝立约的献身文，而且每一年的生日迄天，伊拢会伫顶面签名一摆。提醒家己爱会记只牵上帝的立约。结论来讲，伊对台湾的信仰甲教育，拢有真深的影响，是咱无法度想象的。其实巴克勒牧师伫台湾的故事实在伤济啊，一集是讲袂了的。若是大家爱听，阮以后会当搁继续讲哦。后一集，阮要讲的是咱台北医生的故事，伊替台湾中部的医疗拍了真好的基础。记得订阅佮开启小铃铛，才会当听到趣味的台湾历史故事哦。我是晴晴，我是悠悠，祝你平安。因讲了真好呢，安尼咱敢有通告费通领？毋知啦，有囡仔咧唱歌呢，咱来听看。喜欢的天气有了将我归来，是向往的天来去所在，世界的天，让天空悠哉，心花不完的突然，应该。
毋捌伊也是几次经。社会风气慢慢变换，那一根就一人心肝，医疗关怀有人做工，读册写伊也毋是梦，是啥物款的听来自所在？有人伫帮在影响规世代，对天顶的听一直忍心内，这款的听是微妙充满困难，是啥物款的听来自所在？是天顶的听，咱伫倒帮咱，生活有温暖自安。是天顶的听。